大家好，扎西德勒，欢迎大家收看荣松佛教频道，我是这次的主持人多珍玛。这个月呢是燃灯节，燃灯节呢在藏传佛教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是为了纪念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而举行的。宗喀巴大师呢，被认为是文殊菩萨和莲花大师的化身，一生显密圆融，行愿无尽，世所尊崇。因此呢，今天特别邀请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来自格鲁派的法宝格西，格西拉扎西德勒。这些的法宝格西呢是南印度佛学院的格西。1991年呢，初中3年级时呢，为求学佛法，冒着生命的危险，随众徒步翻越无人烟的大雪山，来到南方印度色拉寺节佛学院，在上师格西图登扎西面前剃度出家，跟随众多善知识的系统，完整的学习了五大部课程。经过20多年精进不懈的努力，圆满通过了三大寺格鲁派的考试。2011年呢，获得了第一等喇然巴格西学位。2012年呢，进入下密院研修金刚密续课程。2020年也加入台湾国际藏传佛教研究会。给希腊扎西德勒，，OK，还有另外的一位嘉宾，是来自我们澳大利亚惠伦藏传佛教协会的会长，荣松佛教平台的创始人责任扎西堪布，也是我的上师。借此机会，敬贺上师完成《道德经》的藏文翻译。上师的中文著作呢，也将在1月份举办新书发布会，非常的期待。上师扎西德勒，这些的。嗯，非常欢迎两位嘉宾的到来，为我们来讲述燃灯节和宗喀巴大师。听闻每逢燃灯节，西藏、蒙古以及中国五台山等地方呢，不分宗派，都在会那天点燃酥油灯，纪念供养。那么我想问格西拉还有堪布拉，什么是燃灯节啊？然后燃灯节的重要的意义是什么？感恩。好，那我首先简单的回答，主要就是燃灯节，也就是藏历10月25日，也是一个感恩宗喀巴大师的一个纪念的一个殊胜日。那当天的话，主要就是西藏的大昭寺等很多的寺庙以及很多的在家居士。大家都家家户户都会很多的供灯。那为什么在外面供灯？因为里面供灯太多，放不下，就是在外面也供了很多的那个灯。那主要就是宗喀巴大师也是藏历10月25号圆寂成佛日。那所以宗喀巴大师来到这个世上，也就是弘法利生各方面都就是大家都内心也为了表达一个感恩，用供灯的方式，就是一个纪念日。简单的话就是，燃灯节的话就是这样。感恩格西拉的回答。堪布拉，你能回答说一下这个吗？好，我觉得就是刚刚哥希拉说的一样的，就是燃灯节这个节日，就是名字和别的一些上师的圆寂纪念日就不同。因为这个原因呢，我觉得宗喀巴大师圆寂纪念的这个庆祝或这个纪念的方式呢，就有所不同的，就是主要是它的象征性的一个做法，就是要点灯，点酥油灯，而且不是在一个坛城上或这个在自己的家里点灯，而且家家户户都是
寺院也好，个人也好，民间也好，都是在每家每户的这个窗户的外面，甚至门口、楼梯上都可以点灯。所以这种点点照亮的一个方式呢，就是纪念宗喀巴大师的这个伟大的这个精神和智慧的。所以就是燃灯节，那实际上就是宗喀巴大师的圆寂纪念日。它的背后的意义呢，我觉得刚刚格西拉说到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说它的成佛。那个圆寂和成佛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是我们这个大乘佛教里面有一个就是叫做这个，其实整个佛法都在讲的是，就是有余涅槃和无余涅槃，或者进入这个涅槃，那就是真正的一个它圆寂呢，也就是一种涅槃。尤其是金刚乘的一个修法的话呢，精神或中阴其中一个阶段呢，那就是这些大的成就者，他会进入了这个光明的一个成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殊胜的境界。那个时候也就是等同于就是在这个中阴界的一个成佛。所以他们呢就是就像莲花生大师教法里面讲的，临终中阴或发心中阴或脱生中阴。但是尤其是呢这些高僧大德，他们呢在临终和发心中阴的阶段，就是进入这个一个殊胜成就的这样的一个成佛。所以呢某种程度上确实是西藏为什么特别重视上师们的圆寂纪念日呢？这个圆寂不单单是离开这个世间，而且就是主要是他们已经进入最高境界的一个成佛。所以呢这个背后的意义是特别大。尤其是宗喀巴大师来讲的话，他对这个藏传佛教的显密教法和正法弘扬立身呢，有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特别的贡献，也就是有这样的历史意义，大概是这样的。对，那个刚才私人这些钦布仁波切所提到的宗喀巴大师，也就是藏历10月25号，圆寂的也就是一个殊胜的日子。在这个时候，也就是宗喀巴大师的弟子那个克珠吉有一个藏颂文，也就是吉祥3件藏颂文里面也提到，就是视线荣与光明净法身，彼时如身悉成光蕴具，中应报受圆满万化身，获证圣成就尊勤祈祷。也就是宗喀巴大师，也就是在那个中阴身的时候得到了报身圆满的幻化的那个果报。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因为宗喀巴大师也是创办格鲁派的一个创始者。他一生当中就是修行，最后就是透过密法换生的，这也就是在中阴身的时候呈现。主要呢，其实宗喀巴大师也就是刚才主持人所说的，也就是文殊、千手、观音以及金光手的化身。但是也就是为了度化众生，凡夫的样子来度化众生。所以我觉得宗喀巴大师也对整个佛教也有很大的贡献，我们也稍后慢慢就会提到。是。好的，感恩格西拉和堪布拉的给我们做出精彩的这样子的一个解释。那么我还想请问一下格西拉，那个燃灯节在3大寺院和其他寺院是如何来庆祝的呢？谢谢。好，那燃灯节庆祝的话，就是现在3大寺有西藏的3大寺跟印度的3大寺。西藏的3大寺的话，就是主要也就是供灯诵经这样的方式。那我小时候，因为我出生在西藏拉萨，我的最深刻的印象在拉萨大昭寺的楼顶上，全部都供灯。这天晚上大家都绕那个大昭寺，主要就是祈请宗喀巴大师的那个祈请文密字嘛，念诵这个寄诵文，也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就是感恩宗喀巴大师。所以这个寄诵文也有很大的意义。其实这个赞颂文
也就是秘密之为的经节日是全面金门红波前面样都不莫能正在上面的康健开为组建中国包括上场被小了说话的，用这样的一个赞颂文唱诵，绕它就是绕寺庙等，用这样的方式进行。在印度的话，就是三大寺的话，主要呢就是白天的话，我们大家都会诵经持咒修行，各种各样的方式就会进行。第一个呢，就是我跟大家提醒，就是主要燃灯节的时候，尊者达赖喇嘛的话，就是每年都会念诵那个宗喀巴大师他自己做的辩了不了义善说藏论，用这样的方式感恩宗喀巴大师。我觉得这个赞颂我们三大寺，也就是念诵那个辩了不了义善说藏论等经论，感恩宗喀巴大师，这是有很大的意义。宗喀巴大师的辩了不了义善说藏论也是宗喀巴大师的最重要的一个论。里面刚开始的时候，大家也就会知道，宗喀巴大师运用本师释迦牟尼佛的一个著作的一个记述文，就是比丘与智者当善观我与如炼结魔金，信受非为净。所以我觉得用这样的方式感恩释迦牟尼佛，感恩宗喀巴大师的话，有很大的意义，因为我们主要一个佛教徒，也就是现在当今希望也当一个21世纪的佛教徒，也是有智慧的佛教徒。所以关于宗喀巴大师讲中观方面，我觉得非常有很大的意义。所以我自己就是有时候念那个缘起赞等这样的方式感恩宗喀巴大师。在三大寺，也就是用各种各样的这样的方式会去感恩宗喀巴大师。那寺院的话，现在科技发达，也就是有很多的就是电灯各种各样的非常就是美丽的这些灯供上去，然后也诵经办法会用这样的方式去庆祝的。好的，感恩格西拉的回答。那么我想请问一下堪布拉，那么除了格鲁派，就像我们尼玛巴或者是民间，有没有过这个燃灯节的习俗呢？谢谢。那个关于这个其他教派和这个民间的部分呢，其实呢，在宁玛其他的教派里面呢，一般来讲的话呢，没有非常大型的特别去举办这个燃灯节。但是呢，很多一些个人呐，然后就是在一些寺院里经常一般的宗喀巴大师的这个燃灯节，那就是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佛法的节日。尤其是民间呢，就是很多的这个家家户户一般的都是他没有什么分，本来就是我们藏传佛教的体系的这个分别呢，不是说是一个哪一个教派好，哪一个教派不好，或者这个有什么差别，不是这样的，非常专业性的一个传承系统的一些这个观念上或者一个传承上的一些讲法的一个体系的概念，所以在这些寺院里面确实有自己一个不同体系的一个不同的修行方式。到了民间的时候，其实都是格鲁派，也就是经常念这个像那么拉里巴尊者啊，就是这个莲花生大师啊，那宁玛也是，我们从小也是宁玛的一个北京的一个家庭长大的，但是我们每天晚上我们这个有一个母亲带领的一个公修，这个公修里面包含各种教派的这个上师们的这个祈祷文、祈请文，包括木梅这位刚刚给希拉说的这个宗喀巴大师的祈请文，这个从小就是很自然就是这样的。所以民间都有，尤其是我这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一次我在这个印度新德里的这个西藏村，那一天呢刚好也是燃灯节，
那个燃灯节的那个时候呢，其实我看到这个大街小巷，一般的餐厅呢，这些门口都晚上一天才是就是天黑了，就是有大量的电灯，大家都是就是不谋而合的，不是有任何人特别去组织的什么这样的。然后我觉得这个照亮的那个晚上的灯呢，就是也一定触动了我的心，就是我那个时候也就特别写了一首诗，就写在这个里面，而且那个时候的这些电灯的那些，其实照片都是我自己拍的啊。后面放那个是这个西藏嘎登寺的那个宗喀巴大师的这个大佛的这个大水塔的，但是这个前面的是，其实那个时候就应该是这种看不清楚，但是我自己拍的，而且这个实验我是自己写的，所以那种情形在当地呢就是非常流行、非常注重，而且非常普遍的。所以这个透过电灯的方式，也不需要办什么太多的这个复杂的意识和其他的，就是又简单又速成的。我前几天有另外一个学者也一起用藏文聊天的时候，他也说在这个成都啊那边的有些民间，以前的话呢，有一些地方没有这个供输油灯的那种其他的这个容器的时候，还是用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泥土啊等等来做成这个一个酥油灯的样子，里面放一点点这个酥油，然后再来就是做这个酥油灯，然后就是你的经济条件啊、家庭的情况无论如何怎么样，到了那一天呢，几乎都要就是用这种方式庆祝。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在一些文章里面也写过，其实燃灯节不只是格鲁派的一个节日，也不是一个宗喀巴大师的一个宗教方面的一个纪念，而且它是已经变成了这个一个西藏的一个传统节日之一。这是我的看法。好的，感恩堪布拉的回答。那么接下去我想请那个堪布拉还有格西拉分享一下，就是在你们自己的这个记忆的深处啊，印象最深刻的关于燃灯节的一些点滴还有故事，感恩。那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就是从小的时候，刚才肯波拉所说的，就是也是变成一个我们西藏的一个风俗的一个传统的节日。所以我很小的时候，我也不太懂，年纪很小，但是我们住在大昭寺的旁边，就点灯，手上也一些拿着一些灯，然后不懂意思，但是我们都会念秘密自维提金接认识这个祈请文。但是念这个祈请文的时候，自己确实内心也从小得到一个加持的感受，而且对宗喀巴大师也非常有缘的一个自己从小有这样的一个感受。那我也从小就喜欢念那个那个斗率百尊，所以刚才那个秘密自维提吉杰瑞斯，它的中文的意思也就是无缘大悲保护观世音，无垢智慧至尊妙吉祥，无语摧伏魔君秘密主，就是雪域智者顶严宗喀巴的意思。其实这个著作也就是非常殊胜，本来就是宗喀巴大师他自己著作，就是前面的就是无缘大悲宝藏那个无缘大悲保护观世音，无垢智慧至尊妙吉祥，无语摧伏魔君秘密主，雪域智者顶严忍道啊，也就是宗喀巴大师他自己的根本上师制作忍道瓦的一个祈请文。后来制作忍道瓦说这个祈请文就是很适合您，就是后面的名字改成就是雪域智者顶严宗喀巴罗萨查巴苏夏成祈请。所以我们格鲁派的弟子也就是说这个其实就是宗喀巴大师自己著作的，非常有价值的。所以从小就也没有特别去学习念这个密字嘛的感受就是最深刻。那最主要呢就是我们感恩那个宗喀巴大师庆祝这个燃灯节的时候，刚才肯布拉也刚才有提过，我们西藏的话不只是宗喀巴大师，还有莲花生大师，还有密勒日巴尊者，还有萨迦本智达贡格简增，这些都是我们藏民族都会崇拜的一个
就是祖师，也就是恩师，所以对我们西藏也有很大的贡献。那现在目前我们都是藏传佛教研究会的会员，我们也每年就会办莲花师大师的那个会供，最近也刚刚在台湾办，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四大教派多和。其实我们都是佛弟子，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刚才主持人也有提过，有些我们的护法的一个藏传文里面也提过，宗喀巴大师也是莲花生大师的转世。特别莲花生大师也对我们西藏有特别的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就是庆祝这样的时候，现在也是变成一个民族的习惯的这个燃灯节，就是大家都点灯绕大昭寺，就觉得这样是很好。我的最深刻也就是这样。我的就是最大的感受是，应该是第一次是我2000年，就是2000年那一年，我那个时候去了大昭寺，就是这个藏传佛教宁玛的一个祖师六大祖师之一嘛，然后就有一些关于这个丹珠尔的口传。然后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交通啊各方面就是不像现在啊，那边也非常就是悠闲的。然后呢，我从某一个地方，然后就是开始走路，那个时候是进入冬天的很寒冷的时候。然后呢，我还没有到自己的部落的时候，我就是一个晚上住在一个格鲁派的寺院。但实际上那个寺院里面的有些人就是我们的亲戚，所以我住在那边说，刚好那天也是燃灯节。那个燃灯节的时候，就是晚上呢，就是这个寺院里面的这些这个主持人，还有这些这个所有僧众一起，然后就是绕整个的这个寺院，然后就是一边呢就是唱里面这位，而且所有的这些喇嘛们的这些自己的这个住处啊。还有这个寺院的里面大殿前面里面全部都是有电灯，然后那种气氛和场合对我来讲的话呢，非常震撼，同时也就是我觉得就是宗喀巴，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就是他已经是过去，他宗喀巴大师圆寂已经是500多年了，应该是，然后呢，现在还是这样600嘛，是吧？这个。3。对，所以呢，就是500，但是无论如何，现在还是每个人的心中就是这么重要，所以那个时候的印象其实是非常深刻的。那除此之外的另外一个现象，我刚刚在前面说的，在这个印度的那个新德里的那个时候，是对我来讲也是印象蛮深刻。所以我那个时候写的这个里面的一个，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但是我能不能找到现在？它就是我这藏文来念的话，就是 marmi的da riri yin的 shirip jiki chirtok de marmi的da riri yin的 ngai sems a chijang on的karma wachin shiki kangri yorla jagwayi ndanda me比下几几些南米苏吉马瓦拉，那这个就是整个的我念的话，就是时间有点长，因为这个观众都是中文界的，所以我念藏文不用全部念，我就是念最后的一个寄送。我说这个我今天晚上所看到的这些所有的灯，所有灯，不是这是外在的那个灯，而且是一个智慧的一个会议，一个殊胜智慧的一个殊胜智慧的一个会议，而且这些灯不是只是照亮了外面的这个天空，而且这是一个个的，好像这个从我的内心就照亮了啊。那这些灯呢，只是一个伟大的智者，就刚刚说的一样的学语智者定言，这个宗喀巴在这个留给我们学语这个众生的一个无与伦比的一个
注记，就像宗喀巴大师的弘法利生的事业和他的影响，就转换为一个灯的方式出现在我的眼前。所以那个时候，当然我这个口头要翻译的话，我的翻译不好啊。可是呢，这是我的当时的很深刻的一个印象的记录了，大概这样。这样很好。好的，感恩。我自己听了都特别的心潮澎湃，希望有一天可以去到这些圣地啊，去自己亲身的去体验一下这个燃灯节的这样子的一个殊胜。那么我想请问一下，格西拉，那关于宗喀巴大师他的一些最重要的著作，有哪些？谢谢。好，宗喀巴大师的著作就是主要有18部论呐，在这个里面有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平常说，邪密两种当中，邪教的部分的话，我们说最重要的就是辩了不了义善说藏论，密法方面，也就是宗喀巴大师著作的那个圆满五次第明灯论，这两个比较最重要。基本上，我觉得宗喀巴大师所著作的这些都是非常重要，包括菩提道次第广论，还有密宗广论。特别我自己个人来讲的话，最深刻的感受也就是那个宗喀巴大师著作的那个入中论善邪密一书。我自己学习那个中观的时候，主要也是去看这尊法幢的中观的解释。特别我自己的话去看那个宗喀巴大师著作的那个入中论善邪密书，讲解的非常详细。我尊者也常常提醒，如果想要学习中观的话，要看这些宗喀巴大师著作的中观的书的话，确实有很大的帮助。有时候想要学习一些圆满次第的部分的话，也有一些宁玛派的一些圆满次第的部分讲解的非常清楚。中观的话，刚才所说的宗喀巴大师著作有很多那个论，其中我自己最深刻的就是辩了不了义善说藏论跟那个入中论善行密书，所以这也是我觉得是为什么说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宗喀巴大师也就是他著作了那个缘起赞，缘起赞里面也有提过，就是世尊一切事业中，就是与世最殊胜，就是为第一。所以世尊的有很多的功德深与义的，最主要的就是语的事业是最殊胜，因为本是释迦牟尼佛第二转法轮的时候讲解那个空性。那么关于空性的方面，我觉得非常殊胜。宗喀巴大师也就是特别在中观方面有讲解。我们有一种说法，就是宗喀巴大师的藏文名字就是洛桑查巴，就是上会名称，就是这个。那个就是印度的那兰托的就是月称菩萨，也就是达瓦查巴，后面都有达瓦查巴，后面都有查巴这两个字名称。中间有一个翻译非常有名的波泽米玛查巴，所以它也叫查巴。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这三位是转世来的。主要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佛法有广心跟甚深两种。那广心的部分的话，就是无着菩萨弘扬，甚深的部分就是文殊菩萨。后来呢，也就是龙树跟无着菩萨嘛，就是这样。宗喀巴大师把那个主要就是中观的部分讲解的非常详细，所以我觉得就是宗喀巴大师著作的辩了不了义善说藏论以及入中论善行密一书这些觉得非常重要，而且自己也去学习的过程当中也确实有很大的帮助。尊者也说
读了这些中观的书，特别是看了入中论的自释以及入中论善行密意书的时候，有一次读到那个何时有蕴执，而是有我执的时候，尊者也说突然就有悟道了。所以我觉得这些中观的书特别是重要。这个一个原因也就是宗喀巴大师以前在西藏就是弘扬佛法的过程当中讲经说法利益很大。但是这个时候文殊师利菩萨提醒宗喀巴大师还是要累积资粮，要去做这些累积资粮的部分。然后宗喀巴大师也就是现在是拉萨的南部有一个额格区地，在那边去广大的累积资粮，就是大礼拜10万次供曼达等等。透过这样的累积资粮，也就是按照文殊师利菩萨的教导，也就是要不只是看经书，也要累积资粮，也要提醒自己的根本上师。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做的时候，宗喀巴大师也就是读了那个入中那个中观的时候，突然就悟到了。悟到了以后呢，当下就著作了缘起赞。缘起赞的意思也就是宗喀巴大师也就是感恩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时候，释迦牟尼佛讲缘起性空的角度来去赞颂释迦牟尼佛的一个赞颂文。所以我觉得燃灯节的时候，我自己也会念那个缘起赞，去感恩宗喀巴大师，感恩本师释迦牟尼佛。所以我觉得宗喀巴大师的特别的关于中观的这些论值得大家可以学习，确实有很大的帮助，就是这样。感恩格西拉，因为我自己也有在学那个上师讲的中观论嘛，然后也是就是说学的感觉是云里雾里的，但是今天听了格西拉这么说我对于这个中观论的认识又有更深的这个理解了，相信之后我会更努力的去学习。然后缘起赞呢，我自己有时也会念诵，就是念诵的时候自己的心里就是感觉非常的就是说是感动，然后呢升起了一种无比的这种感恩之心，可以让我去更好的去升起就是更加的对那个上师三宝更具足信心。所以感恩格西拉今天的这样子的一个开始还有回答。那么我想请问一下，堪布拉对于其他的这个教派宗喀巴大师和他的著作这个评价是如何的呢？谢谢。好，这个部分呢，就是怎么说呢？我们西藏有一个大师，就是叫做巴珠仁波齐。我经常也跟大家讲巴珠仁波齐的故事。其实政治也就是经常会分享关于巴珠仁波齐的，因为巴珠仁波齐是主要是这个弘扬入菩萨行轮菩提心的这个殊胜的教学，然后它的传承呢，也就是已经进入了各个不同教派的传承里面，所以现在几乎在我们这个地球上的入行论的这个传承，主要都是几乎是来自于巴珠仁波齐。那巴珠仁波齐本身是一个北京就是一个宁玛的大圆满隆庆宁德的一个传承上师。可是他呢特别强调他的著作里面不是一次两次说西藏3大文殊化身，也就是说在学语西藏有3个文殊菩萨，真正的这个文殊菩萨不如别的3大上师，其中一个就是萨迦班智达，另一个就是宗喀巴大师，另外一个就是龙钦巴大师。所以他说这个在西藏的这个刚进扬扬那什么藏文就是学语3文殊，所以这个评价我觉得应该是说另一个其他宗派的角度对宗喀巴的这个看法和这个评价可以说明了一切。就不只是这个，就像宁玛的
这个密封仁波切，他发现那个时候有一些宁玛呢，有一点点自己呢，这个宁玛自己传承的一些中观啊，各种教法的说法呢，稍微呢有点这个主张方面呢，没有人去好好的学习的。然后就是那种情况下，他觉得因为古代传下来的不同的这个中观体系的传承和这个说法，都各有各的一个特点。所以呢，密封仁波切也特别其实主张强调，就是一个九义宁玛和本来这个中观也有这个新旧两个不同的体系，这个旧的这个体系的这个中观的一些不同的这个解释的方式，这也是主要是月正菩萨或者这个如中论，还有这个整个中国应称派的一些主张和这个解释方式的一些不同。所以这个一些看法和主张上绝对有和宗喀巴大师真理上的解释的说法是有些是不同的，但是这个完全不影响这个密封仁波切对宗喀巴的这个发自内心的这个信心。所以密封仁波切有一个特别的赞颂宗喀巴大师的一个赞颂文礼赞文，这个礼赞文就是里面说，这个在学语西藏真正的这个显密教法和这个疗愈不疗愈各个方面的最这个殊胜的这个怎么说？您的说法是就是这个最至高无上的，所以就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这个赞叹这个宗喀巴的这个智慧和他的著作。还有其他也有很多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其他这个宗派的，像盖居派的，就像第80大巴法王萨迦派的大长老扎瓦等等，也有很多呢对这宗喀巴大师有这样的。那近代来讲的话呢，像我们的这个上师法王如意宝，他也是，他说他在光明禅定当中，也就是现见了这个宗喀巴大师，得到了宗喀巴大师的三主要道的一些这个传承的加持。还有我的上司就是曲家尊者，他经常是只强调密封仁波切说的，所以他其实特别就是比较专一的传承这个宁玛的不共教法，所以呢，他经常的说法里面不会涉及到其他什么宗派的，但是他每天传法的一开始呢，他是在印度有龙树菩萨等等西藏有善文殊等等。所以这样的一个说法，刚进江阳囊什么拉说云藏当去梦的就把你是今天我要说的是，他就是一开始有一个连接的这种，有点像台词一样，每天都要念的，有一个这个传法的一个开始的时候的这个一些这个传承的一个念死要必须要读的这样的一个连接，有点像课盘的一个开头。但这个课盘里面就是每天就是要。上次会讲到这个善文书，这样来就是也讲到宗喀巴大师了，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其他宗派对宗喀巴大师的这样的一个恭敬。当然呢，就是也有确实有很多的意愿当中也说宗喀巴大师和这个莲花生大师还有这个阿底迦尊者都是就是彼此都是实际上是同一个智慧孙，所以就是这样的。所以某种程度上呢，就是宗喀巴大师也是这个莲花生大师的化身，就是这样。好，感恩堪布拉的回答。那么呢，我想请问一下，格西拉还有堪布拉，就是宗喀巴大师他对于藏传佛教中的这个象征性的历史地位，那又是如何来定义的呢？谢谢。宗喀巴大师刚才所说的那个他的地位呢，是非常重要。也就是我自己觉得宗喀巴大师他一生当中，也就是示范就是善巧戒严，然后行善以及讲说辩论著作和修行的成就者的一个功德，就是感召就是四方的有缘的所有的众生就是得到他的影响，也就是
诸方信众都就是虚诚尊崇大师的一个德风，所以我们也有时候会称第二个佛或者三界法王宗喀巴大师等等，所以他的地位是非常，我觉得也是很殊胜，就是这样。那对于这个部分呢，我个人觉得比较用很具体来讲的话呢，第一个，宗喀巴大师是一个鲜米教法的一个怎么说，教法之珠啊，能量单比大波。为什么呢？因为在宗喀巴大师之前，西藏也有仙宗，也有密宗，都有。但是呢，有时候修密法的人呢，比较可能是忽略了一些宪法的，像五部大论的学习啊，戒律和律仪上的很多的这些出家等等那些方面。那修宪法呢，就像旧的那个噶当派的话，那他们的修法呢，当然是这个修行呢非常非常的好。可是呢，他们有一些呢，可能不知道能不能这样说，但是有点过度的保守，甚至对一些无上美许啊，这个金刚乘呢，有些是也不是很这个弘扬啊各方面的，还是有一些这个缺陷的。那宗喀巴大师呢，既是修宪法，又是修密法。除了自己的实修上呢，不只是宗喀巴，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藏传的很多上师都是一样。但是宗喀巴大师呢，有一个著作就是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这个里面呢有非常仔细、非常有系统的，就是完整的讲了这个宪法的所有的这个修持的次第和过程，实际的落实这个。然后呢，再有一个密法的道次第论。那这个就是中文怎么，它的是那个什么切摩密宗广论，密宗广论对，这个密宗广论里面就是讲这个四虚，就是包括无上密虚的整个的，而且不是讲一个这个修行方面的一个依规的一个解释，它这整个的这个背景，所有方方面面。就是都已经讲得非常非常的殊胜，所以这两个著作呢，比较怎么说呢？实际上就是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理论的体系来，就是也重新结合了这个鲜米教法。我觉得这是莲花生那个宗喀巴大师的主要的一个西藏的这个鲜米教法的这个圆融的方面的一个他的贡献。随之而来呢，整个他弘扬的呢，就是包括他自己一生做着的，那对，就是他们都是很多都是出家和比丘像，然后就是这个对律仪的传承和律仪的这个很多的细节的这个律藏上面呢，宗喀巴大师呢也有特别的贡献的。然后就是，所以三大寺院里面经常呢，就当然这个格西老在已经在这个我们的面前，我不用由我来讲，但是就是这个有20-30年的时间来专门就是要学习这个五部大论。甚至我在台湾的时候，有些人觉得五部大论是不是格鲁巴要学的一个东西？其实不是，五部大论本来就是藏传佛教所有教派都有学，但是为什么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呢？其实格鲁巴这个方面的这个专修和三大这个寺院呢，各方面的这个学习的体系和系统各方面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了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的，所以是这样。然后再来呢，他们进入上密院、下密院嘛，这个所以呢，也就是继续学习像密集金刚细金刚、深入金刚等等的这个密法的过程。所以这些方面呢，就是宗喀巴大师的这个体系也有它的一个不可取代的一个殊胜之处。所以我觉得这是宗喀巴大师的，尤其是直到现在我们这个五部大论纵观的教法其实不只是都是讲宗喀巴大师的体系，但是自己和间接也影响了整个的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个修学和升级教育的体系，也就是有了很大的影响。这是宗喀巴大师我认为的这个历史地位。好，那我讲几句，就是刚才不辞职这些人物其实所说的，就是宗喀巴大师的手印，也就是这样的对着。
所以刚才提到的就是菩提道次第广论以及密宗道次第广论这两个就是邪密的部分。所以宗喀巴大师出现的时候，可能当时西藏有些修显教的都排斥修密的，修密的有些对修显教的有点小看，或者好像没办法融入在一起的感觉。那个时候宗喀巴大师来了以后呢，著作了这些经论，然后去弘扬佛法，就是邪密双修。我觉得这个有这个意思，邪密双修，这是说法音嘛，就是两个说法音，就是邪密双修，就是然后学修配合起来，有这个意思的感觉。那所以这个刚才肯布所说的，就是在格鲁派的三大寺的话，确实要考一个哈兰巴格西的话，要需要很长的时间。那所以我们学习这些经论的时候，也就是大家也知道，我们去看那个科判的时候，就会知道有断他宗、立之宗、反达博的方式，很仔细的一个一个字的要去辩经，这样透过这样的方式，我觉得对佛法产生一个动摇的信心，确实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格鲁派的话，可能学习这些经论方面的话，时间也蛮长，而且学的也比较详细，所以这样学习的话也是有很大的帮助。刚才所说的学习这个五部大论的话，确实宗喀巴大师也在《辩了不了义善说藏论》里面有提过，就是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要学的是空性。空性的话，确实有不同，就是比如说毗婆沙宗、经部、唯识、自序、应成，有这样的不同的一些说法。那所以宗喀巴大师特别在《辩了不了义善说藏论》里面有提到，这些类似有点像楼梯一样。所以我们真的想要学习中观的话，先要了解毗婆沙宗他们所提到的常依自主无我的部分，然后之后呢，就是学习普特伽罗无我，然后唯识他们所讲的中观的部分，然后自序应成，这样去学习的话，我觉得有很大的帮助。有时候很多人好奇，直接去学中观应成派的那个中观的部分，按下面的常依自主无我这些都不了解的话，可能次第上可能也有一些帮助。我们特别是我是斯拉齐寺的，所以西藏的斯拉齐寺的后山有宗喀巴大师的那个闭关房。宗喀巴大师以前也就是那个龙树菩萨著作的《中观根本混论》的解释，就是广释郑理还著作那个的时候，宗喀巴大师著作那个中观的书的时候，据说有一个阿字，藏文的阿字在显现在天空上，然后就那个阿字融入在现在我们西藏的色拉齐斯的那个辩机场的一个那边的石头上。那所以现在大家去西藏的色拉寺的话，也可以看到这个天然的那个显现的那个阿字。所以宗喀巴大师也说，将来这边会有一个学习中观的一个寺院，所以我们寺院有时候也会称中观寺，也有这种说法。所以我觉得宗喀巴大师特别这些中观方面有特别的详细的解释。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显教的基础上，再去学习宗喀巴大师的这个密宗的这些部分的话，我觉得佛法的最殊胜的法都在密宗里面。但是这个的话，先要有显教的基础，所以这些密宗的部分，自己在自己的上师面前受这些灌顶，然后做这些闭关的功课，然后去实行的话，就会发现确实这个密法的功德殊胜在哪里。所以宗喀巴大师关于显密方面的这些著作的话，觉得大家有因缘的话去读的话，确实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就是这样。感恩哥斯拉的开示啊，让我
知道了，就是一棵大树的成长，它必须要有稳定的这个根基。就像我们去研读宗喀巴大师的这个中观论一样，我们先要把这个根基给打好，然后我们才可以去修这个密法。没有这个显的这个根基，我们没有办法去就是更好的去体会密法的殊胜，还有这个空性的智慧意义之所在。那么呢，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还想请问一下，葛西拉，就是我们如果用那个缘起赞的这样的精神去，思维宗喀巴大师的这个密意的话，我们应该是如何去如理的作揖呢？谢谢。对，这个就是刚才所说的，主要呢要去看宗喀巴大师他自己著作的这些中观的书，要学习。所以刚才提到的一个呢，就是《菩提道次第广论》。菩提道次第广论，其实宗喀巴大师也就是有提到，其实这个的作者就是那个阿底峡尊者，宗喀巴大师也就是这样的方式有提过。主要呢就是。宗喀巴大师著作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广论也是《菩提道灯论》的解释，《菩提道灯论》就是阿底峡尊者著作的，所以我觉得，要这样去，学习的话，也要知道有一个传承。所以刚才我提到的，释迦牟尼佛讲广心跟甚深传到那个文殊跟弥勒，按文殊弥勒传到龙树跟无著菩萨。他们两个的所有的传承阿底峡尊者把所有的传承都有接受了之后呢，著作了《菩提道灯论》。然后呢，那宗喀巴大师把《菩提道灯论》的话，他页数不多，字也比较少，可能有些不太了解。那宗喀巴大师也著作了《菩提道次第广论》。这不只是格鲁派，我也看过，还有其他那个噶举派等也有菩提道灯论的解释，主要就是它里面讲的就是广心跟甚深。那如果刚才所说的宗喀巴大师著作的这些缘起藏以及辩了不了业善说藏论、入中的善行密意书，那这些都好好的去学，不只是学，要去修。我觉得这个修的话，学修配合的话，确实有很大的帮助。虽然我也没有什么大的成就，主要就是我也努力的去学习的过程当中，按照自己的经验来讲的话，确实，学习这些大论的时候，对佛陀以及佛法确实产生一个不动摇的信心。所以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凡夫，一定会有很多要面对种种的事情。这个时候，靠这些经论去思维的时候，自己的内心不动摇方面确实有很大的帮助。一般我们去看的时候，很多人讲几句马上会动摇，所以我们这样去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心虽然会动摇了，但是呢，时间不会太长，就是一下子就思维这些经论的话，日常生活当中确实落实上有很大的帮助。要不然当今社会上大家去看的时候，确实很多人别人讲几句话，就他的心就起烦恼，然后就自己没办法做自己的事情。这些都是我们学习这些经论以后呢，确实有很大的帮助。我也有时候去了解的时候，比如说汉传的虚云老和尚，藏传的密勒日巴尊者，包括汉传、藏传、南传、北传，任何一个高僧大德通达空性的一个修行者的话，我觉得他们的心如如不动，不会受外在的影响，很好的就是不断的努力的修行自己的那个修行的道路。所以我也觉得主要学习缘起藏这些确实有很大的能力，不容易动摇自己的心，自己的心变得很稳定，那也可以好好的可以修为之双运。我觉得用这样的方式学习的话，确实有很大的帮助的感觉。
感恩葛西来，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在那个学习这些经论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去慢慢的升起我们心中的那一份定啊，然后呢，升起了定了之后，我们就会有那一份智慧，就可以慢慢的产生了。所以，非常感恩葛西拉。那么我想请问一下堪布拉还有葛西拉，就是你们两位觉得就是最殊胜的纪念宗喀巴大师的方法是什么呢？谢谢。其实就刚刚已经也格西拉讲的也很清楚，但是我觉得最殊胜的方式，也就学习宗喀巴大师的这些著作，尽自己的能力去修持它的意义，然后落实在自己的心想绪当中，在生活当中，这是重点。所以刚刚给来讲到了这个元气赞，我经常也自己也会念元气赞，而且我在西藏的时候，我的格鲁帕那边的一个主要的上师叫堪布图嘎，他是扎居卡的那个门娘公吧，就是也是已经在这个西区市学习的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修行人。那我是专门去向他就是老人家出发，然后得到这些宗喀巴大师的圆寂赞啊、三主要道等等这些这个传承，所以我自己也当然经常会念。所以呢，宗喀巴大师的这个圆寂赞里面呢，得完全呢就是包含了所有宗喀巴大师对这个中观礼仪和这个殊胜智慧的见解。他自己也刚刚有这个跟希拉说的一样的，宗喀巴大师当自己真正的证悟了、开悟的时候的那个当下的境界，就是这种无造作内心的这个证悟的境界，就是写成这个文字留给后人。那后来呢，我们也不一定每个人都有能力动这么这样一个精髓的这样的一个写法呢，我们就是读了，但是有感觉感动。除此之外，很多深深的里面的意义呢，我们也看不懂。所以呢，宗喀巴大师也对后期的很多都是中观的著作，我觉得主要是也是一个圆寂赞的一个解释。我知道藏大寺院有时候这个很多格鲁帕的大寺院呢，比如说这个燃灯节啊，有一些特别的节日的时候呢，大家一起这个全体这个朗读这个圆寂赞或者这个疗愈分别这个疗愈不疗愈阐述，那就是这个就是场面非常震撼。我觉得这种方式，那就是也就是纪念宗喀巴大师非常好，但是不是为了口头上的念诵而念诵，主要是同时你一定要引领他的意思。那要引领他的意思呢，没有因不会有果的，所以就是我们要学习，还是就是说到就是也要文字。我觉得以宗喀巴大师的弘法路程的这种缘起和他的这个本源来讲的话，我觉得文思就是最好的纪念宗喀巴大师的一种方式。好，那我个人觉得，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刚才所说的，就是要点心灯，就是外面也要点灯，就是我们可以点各种各样的灯，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要点我们内心的心灯，菩提心跟空正见的灯，去感恩宗喀巴大师的话，确实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也觉得大家在燃灯节的时候，既然点了那么多的灯的时候，也念诵一个阿底峡尊者著作的点灯祈愿文，所以他的意思也学得刚才我们所说的一样，愿灯具成为等同3000大千世界，愿灯柱均成须弥山王，愿灯油尽成汪洋，就是此灯之处一盏得现于每尊佛前，愿此光明消除三有顶以下无间地狱以上所有无明之黑暗，愿十方诸佛菩萨之净土皆得显明清净。用这样的方式去点灯，然后内心也升起菩提心，
也就是思维空性，用这样的方式点内心的灯，外在的灯都一起去点，然后去感恩宗喀巴大师的话，确实有很大的帮助。主要就是刚才所说的，最好就是学修的方式去学习的话，如同那个齐行实习本智达的齐行文里面有提到的，通达机拔就是道理二第一，次理四谛正轮回反面，正量引生，坚稳三宝性，安立解脱道根其加持。这个意思也就是先学二谛，圣义谛跟世俗谛，之后学四苦集灭道四圣谛，这样的方式去学习的话，对三宝也产生一个不动摇的信心，也会安立解脱的道根。用这样的方式去感恩宗喀巴大师，是我觉得有很大的帮助。我个人觉得我自己现在去哪里都就是用佛法科学跟哲学的方式去弘扬佛法，这也是对宗喀巴大师的一个智慧的方式，去弘扬佛法的话，我觉得也有很大的帮助。那我们现在就是也分佛法分3个部分：佛法科学、佛法哲学、佛法信仰。佛法信仰的话，只能佛教徒里面；那佛法科学跟哲学就是心类学，跟哲学就是所谓的无我空性的部分。那这些宗喀巴大师的这些著作，完全都可以能利益到全世界各人类。所以我觉得用这样的方式去广传佛法的话，整个对藏传佛教以及佛法有很大的帮助的感觉。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去感恩宗喀巴大师，感恩本师释迦牟尼佛，感恩所有的祖师大德的话，确实有很大的帮助的感觉。我这边想补充一个就是刚刚我哥自己说的文史，可能一些人士觉得这是远离的喇嘛们的事情，但是现在大家知道，尊者也经常强调，无论是在家出家，就是你要学习佛法，就是要文史，尤其是刚刚跟希拉说的佛法的哲学和科学方面，要帮助我们的生活，那就是更是透过文史。那另一个呢，就是这种学习和智慧的境界来纪念这个宗喀巴大师是最殊胜。可是我现在呢，用比较简单的方式，当然这个是我们这个佛法信仰的层面的弟子，比较初学者一般人喜欢听的，就是其实你就是真的不太明白这些文史的境界，现在不懂的话，也一定有一个方法。比如说你这个今天知道是燃灯节，因为我们这个过几天就是燃灯节嘛，那你自己的非常清净的心，持有一个清净心、恭敬心，点上你自己可以允许的几盏或一盏灯，然后念7遍或108遍木则玛。刚刚给起来讲的木则玛，在网络上都可以找得到这个木则玛。然后呢，就是祈请宗喀巴大师，我希望有一天能够拥有像你这样的一个智慧，要加持我的相信，这样就可以了。这也是很好、很实际，这个一般人可以做到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学习方式。宗喀巴大师也这么有智慧，他并不是只是透过文字，所以刚刚说的做大礼拜，做供曼达。用七星上师的方式，也是宗喀巴大师当时开悟或获得殊胜成就的一个关键的因素了。所以这种实修的方式就也特别重要，大家要记住。阿弥陀佛。好的，感恩格西拉还有堪布拉今天如此殊胜的一个分享，让我们每个人都充满了法喜。愿我们一切有情如母众生早日点亮我们心中的那一盏灯。也非常感恩大家收看本期对谈，祝大家平安喜乐。再次感恩堪布拉还有格西拉，感恩。好，谢谢，谢谢，好，谢谢。Namo Garbe Namo Buddhaya